他穿越人群向你走近。2025年預苦期，讓我哋喺馬可福音裏面與主相遇。讀中學嘅時候，我記得有老師教過我，一餐飯食得開唔開心，重要嘅唔係喺邊度食，而係同邊個食。但原來你同邊個食，影響嘅可能唔單止係你嘅心情，更加可能影響隔離嗰個人嘅心情。耶穌同宗教領袖嘅第二個衝突，就要由佢同人同台食飯開始講起。讓我哋一齊嚟睇馬可福音2章13到17節。耶穌又出去，到了加利利海邊，眾人都到他面前來，他就教導他們。他往前走的時候，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水關那裡，就對他說：來跟從我。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。後來耶穌在利未家裡吃飯，有很多稅吏和罪人也來與他和門徒一起吃飯，因為這樣的人很多，並且他們已經跟隨了耶穌。法利賽派的經學家看見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起吃飯，就對耶穌嘅門徒話：他跟稅吏和罪人一起吃飯嗎？耶穌聽見了，就對他們說：健康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先至需要。我嚟唔係要召義人，而係要召罪人。喺第1世紀嘅猶太社會，猶太人好睇重你所屬嘅群體，而呢一種歸屬可以呈現喺飯桌之上。你同邊個同台食飯，大概就可以斷定你嘅身份同埋社會地位。耶穌作為當時加利利社會嘅紅人，形象又係一個律法教師。到底佢要食飯，佢會同邊個同台食飯呢？我諗應該係一班宗教領袖喺筵席上邊去分享大家讀經嘅心得、神學嘅知識，或者係一班商業嘅領袖喺台上邊討論嚟緊3年嘅慈善項目或者發展策略。對唔住，我哋都錯咗。耶穌同稅吏同埋罪人同台食飯。喺當時嘅社會，稅吏被視為賣國賊，佢哋身為猶太人，卻為羅馬政權效力；而罪人呢，係一班唔遵守口傳律法嘅人。所以當耶穌同呢啲稅吏同埋罪人同台食飯嘅時候，就必然會引起宗教領袖們強烈嘅不滿。當佢哋質問耶穌點解要咁樣做嘅時候，耶穌用醫生醫治嘅比喻回應佢哋，並且藉住呢一樣嘢嚟到講明救恩嘅真諦係乜嘢。值得留意嘅係，
耶穌嘅回應其實冇反對法利賽人對於嗰啲罪人嘅診斷，因為喺耶穌眼中，稅吏同埋罪人都係病人。既然斷症係一樣嘅，咁有咩唔一樣呢？係藥方。耶穌同法利賽人開嘅藥方係唔一樣嘅。法利賽人嘅藥方係指出對錯，跟住企喺高地去批判呢一班罪人；而耶穌呢，就係承認罪人需要醫生。佢超越對錯嘅框架，佢穿過竊竊私語嘅人群，佢向病人湊近，引導呢一班人走返向佢。耶穌嘅藥方向我哋啟示咗救恩嘅本質，唔係我哋去尋找上帝，而係上帝主動走向深深陷入喺罪裏面嘅我哋。唔係罪人要首先修正好自己嚟到朝見嗰一位至聖者，而係至聖者道成肉身走進罪人嘅日常。親愛嘅朋友，你嘅過往、你嘅傷痕、你嘅失敗，喺佢嘅眼裏邊，都係值得同你同台食飯、仔細聆聽嘅故事。嚟啦，唔好再瑟縮喺人生嘅水關，佢穿越人群向你走近，佢要同你同台食飯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穿越人群嘅成見向我走近，求你醫治我因為罪而自慚形穢嘅創傷，賜我勇氣離開自我定罪嘅水關。你又教導我小心法利賽人嘅驕傲，以你嘅眼光去看待別人，唔好淨係站喺高地上邊去自責，喺恩典裏邊學習接納別人，同埋被你所接納。禱告祈求，奉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祝福你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，聽日見。